我要怎么跟韩硕提和离，他才不会被气死啊？韩硕，我们和离吧，我跟裴恒旧情复燃了。韩硕，母亲要我们和离，她说如果不和离，她就不把少城主之位传给我。你知道我不当少城主，我会死的呀。我错了，韩硕，你跟楚楚才是官配，我是多余的。你怎么了？啊，腿软。都说了，春宫图的事不怪你。别说那3个字儿，万恶之源，再也不说谎。还说，我其实有话对你说，母亲让我们和什么？和气气，平平安安。还是再做点心理准备吧。少城主，裴思学派人送来东西。送什么东西？裴思学送来红豆给我熬粥祛湿的。红豆乃相思之意，我家公子送少城主红豆为信物，是为了表达相思，不为煮粥。很好，裴恒这是铁了心要与我作对呀。韩少君误会了，城主马上就会下令命您与少城主和离了。当初您与少城主大婚之时，未游街，未祭天，未拜堂，根本不算礼成，何来我家公子与您作对之说？反倒是我家公子与少城主自幼婚配，怎么说也是。白琴，还愣着干嘛？把他给我轰出去！那盒红豆，也给我撒在裴府门前。红豆，大红豆，我来煮粥用的。这回我知道你刚才为什么腿软。哼，和离，我喜欢你，离不开你，这你知道吧？知道。我虽然性情纯良，为人和善，但若被逼急了的话，也是会控制不住我自己的。这你也知道吧？乖。兔兔那么可爱，要做成麻辣兔丁才好吃呀。那你去把它捡回来吧。在哪里呀？哎，兔子兄，真是辛苦你啦！只能怪我二姐剑法精准。你是想红烧还是想清蒸，或者做成麻辣兔丁？起，喂！二姐，一只兔子够我吃了。没事，我先走了啊。少君真是好剑法，那也不及二郡主剑法精准，可惜还是没有射中。不知二郡主想射什么？打猎自然是来射猎物的。
陈芊芊可是你妹妹呀。她早就不把我当姐姐了，我又何必再留恋姐妹之情？看来那天晚上，二郡主没有喝醉。韩硕，如今母亲已经命你和三妹和离，我可以去求母亲，让你与我成婚。韩某此生非陈芊芊莫属。可外人一眼就能看出，陈芊芊她根本就不喜欢你。她一向朝三暮四、任性妄为，从小到大我看得太多。如今她就要舍弃你去和裴恒成婚，你竟还对她抱有幻想？看来二郡主不太了解芊芊，更不了解我。你就真的对她这么死心塌地吗？如果二郡主的箭再对准芊芊，那韩某的第二支箭可就要射出去了。早晚有一天，你会知道陈芊芊不值得。